目前的行政院伫较早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也是政府所公告的普及遗址。再去行政院长陈建仁亲身启动普及遗址标示系统，下部文化部也伫咧国家人权博物馆启用标示，希望透过解说，予大众对生活当中开始认捌威权历史和政治受难的故事，避免这悲剧搁再发生。正式揭牌，3、2、1。政治受难者甲家属下晡来到国家人权博物馆经纬园区启用普及遗址标示系统。文化部为着要让社会大众更加了解自威权统治时代保留到今的普及遗址甲当时的历史，所以启用这款标示，希望会当带动社会对历史的记忆和反省。其实这段大家已经可能没有真正所感受的历史过程，但是它却在我们的生命血液当中，其实是扮演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一直认为这样子的不能遗忘、不能忘记的工程，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个世代沟通的一个工程。所以，我想揭示揭露的系统是我们一个最基础的工作。文化部嘛表示，说来会伫咧各地来推动普及遗址的标示。原来政治受难者陈kim生和姚嘉文拢表示肯定，嘛希望台湾袂当阁有这款迫害人权的代志发生。遭受的那种苦难，咱袂使无记来纪念，这是第一个意义。另外意义可能就是讲，一个社会如果这社会若是唔知以前遭受的事情，一个社会佮发生这种代志。往后在台湾所有的台湾的地方，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的地方，都能够有这些标示，让所有全世界的人或者是全台湾的人都能够看得到。经过促转会审定的普及遗址拢总有42大，文化部表示，今年打算要完成全国10大普及遗址的标示示范。另外，再去行政院长陈建仁也伫英国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也就是即卖行政颜色标示，嘛希望转发一旦赶紧通过。行政院也正在积极推动制定不义遗址保存条例的专法，来透过保留住过往不义的历史痕迹，来彰显政府对于永不再犯的决心。陈建仁嘛强调，普及遗址的标示敢若是第一步，随来政府会协助中央地方各机关来活化各地的普及遗址，发挥历史教育的功能。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